大家好，我係 Alex。喺香港玩橡皮艇，喺邊度落艇？我諗大家好想知道。今次我就先介紹一個交通方便、有配套又安全嘅水域——青山灣。而青山灣涵蓋咗5個泳灘，分別係黃金泳灘、新舊咖啡灣、加多利灣同埋青山灣泳灘。喺5個泳灘之中，青山灣係最方便落艇嘅。嚟呢個泳灘有2個方法，一係就自己揸車嚟，呢度大約有50個車位，平日好容易揾到位嘅，但到咗假日就一位難求啦，所以自己揸車嚟就要注意啦。而第2個方法就係租 van 仔過嚟，喺三聖街呢個位落貨係最方便嘅。記得 set 艇嘅時候，揾個冇咁阻人嘅位置啊！青山灣係個內灣位，風浪細，而且又係一個唔使申請駕駛執照就可以用到4匹船尾機嘅水域。對於未玩過橡皮艇嘅朋友嚟講，係非常之安全、放心嘅。至於鍾意釣魚嘅朋友，雖然呢度冇乜排口，但係有幾個釣位仍然有唔錯嘅收穫嘅。第一個介紹嘅釣位係避風塘嘅防波堤，之前睇過 YouTube 玩世不恭頻道師兄提過，呢個又叫做老鼠洲，唔知係咪因為多老鼠而得名嘅。而附近一帶水域都係泥地，平日好少人喺度釣魚，但係喺弱波石附近經常可以釣到臘魚啊、烏頭啊、畫仔。聽啲高手師兄講，石邊位係有紅友釣嘅，不過我未釣過。
而下一個釣點係加多利灣泳灘兩側嘅出水石位置，呢度係青山灣水底少數有石頭嘅，雖然水深只得2-3米，但係可以釣到臘魚、釘公、米等等。最後一個釣點，與其講佢係一個釣點，不如講佢係一種釣法。因為青山灣有5個泳灘都設有防沙網嘅，好多魚會喺防沙網側邊游嚟游去。我係艇釣嘅新手，梗係用最簡單嘅方法拖釣喺防沙網側邊搜索啦。又係黃腳喎！防沙網側邊通常都係釣到臘魚、釘公、連米多。大條啲呢度，跟住就帶大家遊覽一下青山灣嘅尾段啦。到咗龍珠島、青山灣，我哋就行咗一轉啦。總括嚟講，喺青山灣玩橡皮艇，風浪細又安全。雖然冇咩大魚釣，但係好適合新手嚟練習駕駛技術嘅。試下點樣落錨，熟習一下，一邊操控隻艇，一邊釣魚。如果鍾意呢條片，麻煩大家訂閱、點讚、分享俾你嘅朋友。如果有咩問題，可以喺留言區度留言，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。多謝你。